大家好，今日我哋嚟傾下最近好 hit 嘅自助餐。啱啱就去咗普慶飯店試咗佢哋嘅晚餐。想知道多啲，我可以同你分享下。花小錢去旅行，背包住個小巴，旅遊的樂趣無窮，生活精彩每一天。普慶飯店啊，我都聽過。知你去有咩第一印象？環境同其他自助餐有咩唔同呢？一入去就感覺幾舒服，裝修唔算話超高級，但係燈光同座位嘅擺設都做到好闊落，人又唔係太多，氣氛都好 relax。咁都好喎，今時今日好多地方都好擠迫，呢度人流點算啦？嘈唔嘈？人流算係穩定，雖然有小朋友多啲，但反而見大家都係家庭聚餐，而唔會太嘈。真係可能係因為好多家庭一齊嚟，反而覺得好似其樂融融，坐得舒服先享受到食物。仲有咩特別嘢吸引到你？最吸睛當然係佢哋現場即湯有金魚表演啊！師傅刀法好利落，新鮮魚肉亮晶晶，大家都圍埋影相，非常吸引。哇！呢個現場表演真係另類嘅享受啊！刺身迷聽見就想試，絕對唔會令你失望。魚肉真係好新鮮，另外啲海鮮有冇一樣出色？芝士焗龍蝦就非常好評。是啲芝士唔會蓋過龍蝦味，拉絲仲真係幾靚，仲有啲生蠔、刺身，全部都幾專業。生蠔就鮮甜，仲有刺身，種類齊全，全部都好新鮮。嚟自助餐，大家都希望食到啲質素好啲嘅熟食同埋甜品。你覺得呢度嘅選擇夠唔夠多樣化？熟食入邊，譬如海南雞飯幾滑，燒味又唔會太乾，但係的確有啲普普通通。而甜品蛋糕種類多，雪糕尤其受歡迎。總體上，除咗個別熱菜普通之外，感受獨特而又放鬆嘅用餐環境，普慶飯店真係一個唔錯嘅選擇，適合家庭聚餐或者一班朋友一齊去試新嘢、有聚會啲地方。今日傾到呢度，期待下次再分享更多好地方。再見啦！